香港超市最近搞緊場大龍鳳，京東街寶連續7日全場8折。早前百佳惠康就傳出要世紀合併，急到連喺不丹放緊假魔同王維基都要隔空亮劍。HKTV 魔全場85折，仲話睇下邊個先認輸。王維基話自己30年前袋住100萬就敢挑戰大財團，而家 HKTV 磨坐到幾十億流動資產，零負債，每年賺3億，所以今次要打就打大佢。但睇真啲，人哋京東街寶買支豉油都8折，你 HKTV 魔買滿999蚊先有85折，魔同呢鋪想挑機，但又要戴翻個頭盔，誠意真係爭咁啲喎。其實今次減價戰反映咗整個香港零售嘅割喉式競爭，市場縮水，大家唯有互相放血。王維基咁做，無非就係想話俾對手聽，我仲有血可以流。但大佬，你對手係邊個？係京東、怡和、長和啊，人哋幾十億當散紙，你一年先賺嗰3億，攞咩同人鬥？邊個認輸我唔知，但再咁燒落去，最先冇血嗰個一定先跪低。到底最後係出現一個通殺全港嘅超級壟斷者，定係連我哋最後嘅本地網購王牌都會成為歷史？究竟邊個會先熄燈？留言話我知，我係金仔，下集見。